讲到总统赖清德出访，昨是过境美国关岛，今日离开进前嘛，接受关岛总督邀请食早顿开会，是咱头一个去到总督官舍的台湾总统。另外，大总统嘛去到关岛议会来拜访，议长代表受烧送友好国旗文，大总统嘛表示感谢。 罕见伫咧非邦交国的场合走台湾的国歌，地点阁是伫咧美国关岛总督官舍，要款待出访回电过境的赖总统。 关岛总督官邸曾接待过多位美国总统，包括雷根、尼克森以及克林顿，还有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以及柴契尔夫人。而赖总统成为我国元首第一人。关岛头一位女总督古雷鲁对台湾态度真友善，致辞感谢台湾对关岛的投资，阁恢复直飞航班。 望双方伫咧经济、医疗各领域加强合作。Today is not just a celebration of what we have achieved together, but a reaffirmation of our commitment to a shared future. Let us continue to build on the strong foundation of trust, respect, and mutual benefit that defines our relationship. 关岛和台湾都位处印太第一岛链。 共同面对极权主义的威胁，我们应该要更紧密地站在一起，为印太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的贡献。赖总统特别点出台湾甲关岛印太战略地位，因为关岛是美国伫咧太平洋的战略要地，嘛红讲是美军对抗中国威胁的上前线。 赖总统踏进关岛议会殿堂，创下我国总统过境关岛的突破纪录，更是以行动凸显台湾与关岛的关系紧密友好。To mark this occasion， 议长送顶头有咱台湾国旗，阁有关岛旗的礼物，而且马上议会通过欢迎赖总统到访的友好决议文。其实关岛的议会是已经连续4年通过友台决议。 包含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，也阁有联合国气候变迁公约公约，嘛当年祝贺台湾的国庆。也那赖总统嘛，阁在把握过境的时间，和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强生讲电话，时间点是伫咧 Trump 胜选了后，特别引起关注。餐宴上宴请超过300位侨胞，赖总统快闪关岛过境不到24小时，力求在出访期间深化台美关系。以上是公视协议配宣方俊怀在美国关岛的随行采访报道。